少年社举办20年的台积电艺术季，是国内艺术界真重要的大型艺文活动之一。除了有传统的戏剧、古典的音乐，更有现代舞蹈以外，今年佫特别邀请新竹在地学生演出，互新竹这座科技城是增加袂少的艺术气氛。我是人工智能塞巴斯丁、亚历山大、多米尼克、彼得洛夫、肖夫斯基、马克西米利安、尼古拉斯、巴比西蒙、弗里德里希，名字也太长了吧！台电表演趣味搭喙鼓，内容是咧讲到现在上流行的 AI 科技，除了早来方便，有当时买掠出笑亏。在相声里面唱戏曲节目，那么此外呢，我们也将会有主板的传承，年轻人18岁的年轻人打主板快书讲唱。传统的故事，更有新竹在地学生的现代艺术表演。自2003年开始所举办的台积电艺术季，过去2年受疫情影响，规模缩小。今年拄好是满20周年，准备在新竹地区办40场的艺文演出。希望这个在我们的社会上头，对这个人文活动、艺术活动能够充实一下自己，不要被这个其他的事情所污染。除了我们科技的工作也已经很辛苦了，精神上、这个文化上有一点放松的感觉。活动更邀请柏林爱乐以及出名的拜奥林音乐家曾宇谦演出，而且安排曾宇谦亲身指导高中音乐班学生，希望和充满科技的新竹城加添艺术教育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